家家有好事。马上国家来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 Zavi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分享數看今本日嘅家家好新聞，有詳情，根據詳情嘅報道，啲頭份離幕嘅所在發現世貿嘅超人，實在嚟啲好新聞。你嚟啲哈來到現場啦，看超人啲那邊。報題啦，家家好新聞，嚟啲咩主播呢？係啊，我解會所嗌戲講個內會要抽煙。你莫安樣，你莫正經的頭份裡幕有一隻神力女超人。我覺得你太幼稚了，讓我來平台，我來上位講正經就超人，要買個聖誕老公公，你今日來陪上一隻超人不愛？我喊佢出來哦，唔准莫講到，攞嚟簽名係冇，係跳過嚟哦。你就別嗌你。我喊佢出來，我唔講，物家人都正經的女超人，好冇？哦，分享頭份裡幕來嘅戚彩雲超人媽媽。太高好，太高好。我家你做主播還可以嗎？分享數看，大家好新聞。當真的，按神師。我畢竟我未細細看過假新聞。歡迎超人媽媽，幾歲的超人？咩？用班講係超人媽媽。嚟攏講，我先講好嘅，我第一期。來福啦，我嚟講一下。來福哦，太細啦，來福因為佢之前做電視台新聞主播嘛，客家新聞嘛，有啲天台嘛，嗬，三下人佢就唔敢講，排細講，你喺師台來講，佢講嘅聲音咧，唔講嘅，就 give me five 來 give me five， 好來 give me five， 後來有團隊冇？有團隊冇？識咩？唔啱啦，唔啱。大家咁厲害咧！這叫什麼？我最會接了，五接什麼？五福臨門。你過年係咪？你過年節目？所以你不怕就吳小福哦？係啊係啊。哦，同你我一屆哦，我就咩都冇揀冇曬，你五屆。很聰明嘅嘛，解唔掂冇？明白。五屆哦，你看起來很後生，然後活力滿滿，好，是不是超人？女超人。好啦，唔過當番戲以來哈，因為我看到本人呢，我知道了以前我啲電視檔看呢，冇碼檢查，還有比以前還要多發力。真嘅哦，真是有樣。真嘅，你說你講嘅英文五個字拼起來的英文 P 開頭叫什麼 ？Power。對。我作弊有沒有做得很明顯？好啦，我嘅聲音係最容易講啊講，有常時因為一霎聲音，佢咩當辛苦啦，人家算是職業婦女嘛，佢必來當好嘅示範，因為聽下少子化嘛，吼，我知道你當好嘅示範用版型，然後嘅聲音嚟搞到暗號，自家成塊又搞到暗號，你麻煩講吼。哦，其實哦，講老實話，我其實係讀師態，特別是出世，所以講。我自家冇啲呀鄉下，甚至係個三合院，因為火房冇地位度過童年，所以我就知道講啊，很像安樣型，本身人有一個冇強樣讓我頭擺冇強樣童年，所以咩以後咩，所以呢可能就安樣型就更強更多啦。學生人所以蠻耐走來走去。真嘅。蠻係唔會卡某天使啊。冇啦，我來過係老年嘅真嘅，頭份啊。係啊，呢種幸福哦，然後以前嘅成分方式冇強樣啦，以前咩冇唔好，我是講人生要冇強樣嘅集團嘛，呢一隻集團做啲弄呢一隻集團嘅身份，還有自己要做嘅事情做嚟好。接下來我哋現場搞播呢彩雲主播，彩雲。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哎呦，當經常呢來報告新聞，還有呢，今日大家看到呢一條，當到係藝物卡藝家觀眾嘅東西。藝家觀眾很多東西啊。藝家觀眾嘅食材哈，就是講像啲貼尾，還有啲係秋葵，當厲害秋葵，還有啲係木瓜，還有啲係睇下咩地講啲係檸檬，啲係蒜絲，係蒜絲，即係做呀。你就沒來過嘅哦，就你起過嘅，你起過，你起過差唔多有12年咧，呢個假美嘅蒜絲。哦，按叫嘅哦。因為我國家就有種假美，然後又冇瀉藥嘅，所以講係當健康同吃嘢。你看呢，除了講你有蒜絲以外，還有啲酵素。
用客话来讲，较难读一些的，所以用主播的方式就讲高书，高书就讲发高，唔只诗来反过来，发高嘛，高书哦，校书哦，不是教授哦，是，然后另呢就系吉江嘛，嘿，做的系野餐沙拉，知道冇？是的，开始来咯，先做乜嘅？你先来切tomato，好，因为我想讲哈，因为有生意的啊，就一听我本生意来听书，所以我就会想讲哦，假使我切东西的时间生意呢，来听书，你做的切家来听书，然后用下来切，然后它里面唔是手讲佢用刀的很危险了的，所以唔是手，尤其哈佢切的好也唔好，咩唔是讲佢讲啊，你家切的又脏么，又盐么，又偏么，哎呀讲。只要講佢自家喜歡來同數來自家做 DIY 時節，其實就當好。你喺當好嘅成法教育。嘿，超。今日啲煮水，你要乜嘢成滾嘅唱英語，好啊，好冇？乜嘢？用滾30秒。30秒英語。不用一些的鹽，不用一些的鹽落去，佢將唔會嘅色變色。你沒強用。這叫殺青。对，像俺老生爷讲啊，我们就叫乱刀切，就讲青菜哎呦，你用板切都做的，那当然俺做的时间俺就按用去，做比宽啦。嘿啦，有上是身教比言教它重要。超，很细时间有时是给咩糖唔食，所以我就看你用来做，呀就系因为呀三副瓜细条诶，所以因为佢冻酱调爱冇。调冇爱唔怕，本调老米，真嘅啦，冇骗你啦，因为那冻酱啦，就会用你有那种摆盘的感觉，所以呢就讲在切的时间哈，就会看也都带呢，佢係圆的，也係長的，也係用啊，你苦瓜本來就上到安食齋哦。係啊，三副瓜。當到只從你年初名有冇？嘿。嗰種咖喱嘅聲音敢唔敢學？副瓜嗎？係啊，真嘅哦。今日聲音唔可以有啲像有啲聲音偏食啊，托東西食啦。唔會。加濕個煎餅水冇，也係講。好啊。來弄菇咧。係咪攞嚟熟啲啊？好。用慢小，來弄小。小咗啲，禮拜度哦。好。啲係桑木瓜嘛，哈，長木瓜，應講桑木瓜啦。好。幾多弄嚟講哦？好啊。媽媽還要幾下？再10下好了。我覺得自己突然變得好欠揍。差唔多。差唔多哈。好。該當時大推邊用為上到味道聲音轉到種下去大下。反正我唔識過按用嘅成分嘅，然後還有講頭夫還有按用嘅一個味素哈，佢要離嘅新出口可人氣啊一群，我就想講哦，有按用嘅貨房係蠻本然拆貼咯，很保留都按反正。當然得咯。錯啊，因為它整熟凍多咩。所以我就想講，假使有按嘅幾飛，反正生意嘅童年妹只有100，我就可以向下過童年成班安尼。就講貨房地杯度嘅一條super棒味啊，佢當時咩吃到我1成7，因為有後生人轉來咯。係啊。然後就轉來就圖等聲音，佢嘅講聲音圖等有勁多。你是那種轉來做保姆是？你就會一堆一片一片。因為還是想講，像按用以前呢，檸檬哦，因為有太低有細低，因為雖然有講酸吃，但是你還係要有一個刺嘅新鮮的按用清甜落去，超。你除了你節目底部都有介紹過香水檸檬，超，佢有特殊嘅香味，好，你一留起來嘛？留起來。牙乾你來介紹一下哦，好，來介紹一下。你要講你從大家來介紹一下，就會講，你其實呢就會唔是錢的觀念，唔是錢，這就是媽媽厲害的地方。哎呦，做得嘛？做得。愛成邊話該？你嘅成邊兩個醬料，高年嘅酸吃。哇，真難得呢！按後生吼，做得利用倆乾的啊，這個用，我最每100看到吼，係看到我嘅欣賞用啊。
其实人说咧，来同佢强下出去啊，结果佢讲叫佢试水，就想讲，叫佢试水，我拿水分，佢说，不是，我去加油袋，佢拿出个叉黑瓜，真的咯，干嘞，你都会装水，然后来说，姜豆做得用啊，拿来装水超好用啊，系啊，那你要装好高用，好嘛？那不用买。你来标，先标硬的东西，好，因为呢，你就一层，因为你干的黑透明呢，一层就一只色，一层就一只色，安尼。哦，我知诶，还有啊，地吸引力的关系，你遐从那边当个叫我摘下来，它强的东西就无好看的，要摘到绵绵。还有讲，你嘅蒜丝啊，了着浸泡哦，其实就会浸泡了着很硬的东西，让它软化。炒。来，两下就避免我们的苹果氧化，我们动作要加快。对。其实没做的就讲一下就下去。嘿，缝的、长的，吼，缝的、长的，不用下去。令狗。副瓜要不用落去的，副瓜做得不用冻红。应该甜来讲，副瓜系当清凉的东西。有副甘啦。嘿，还有讲你老嘅蓬桶水有冇？金香啊，没做得。好，杀好了不用嘛该。然后切啦。好。因为用板哦，有上时哦，你免很难吼，讲过去冇杯嘅买了条现成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卡有买个东西发，其实就是用得到。嘿。你有做饭人加干什么？你冇食沙拉。这件我客家人啊。拜托你们。可以。我爱加关注不爱食。很敢讲哦。好，看你的态势啦，吼，尽量不用到油色来浆，因为酱料滴带下，再讲带出去的花吼，摇啊。炒。你还懂事哈？记得的好，落去。那你就来。两都嘛干啲嘛？娃菜。系啊，娃菜。哦，爱菜做得很长这哦。系啊。哎呦。你要一听会有机耶。爱听。对。好，姜不用下去。好。就不用芽菜嘞。不用芽菜哈。买出来看牙膏的去睇哦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我拢讲吃沙拉也可以吃得这么漂亮，不简单。差不多的哈。差不多哈。来，最后一集。还有俩。你睇乜嘅？冇俩，要同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有2种的爆米香。蜜啦。那有2种，哈，一种呢是紫米耶，就俩粉。2种的紫米耶。俩糊的。有点糊的。俩系糙米耶，所以2种。本身呢只有讲，哇，这是一个surprise。你系用炒的嘛？唔系，有正经系朋友自己家种的米去蹦的。爆米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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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啦，必须要爱好咯。嘿，安尼哦，安尼，很香哦，好漂亮哦。一定要倒，你要倒出来，系冇？你要摇啊，摇啊，不用冰箱，也要摇嘛。摇啊，你差不多不用冰箱，不用2点钟、3点钟，再拿出来。吹起毛杯以前先，就讲先拿出来，哎呦，前一年做的，前一年痛久诶，痛久诶，就讲可能。当猪头，只要是我出去，他们一大做，你就会来做。本就有米稀疏炒。开始咯。身体要咬。精神排分。拜托。女生，好啦，给研究出讲一下，你这款牛嘞。好。本来呢，彩云姐吼，这款倒出来问大家看用，好不好？刚刚还是要摇均匀。有啦，本太家看一下啦，除了很用白用的。就会5颜6色、花花绿绿。其实呢，吃到筋豆给味道已经很香了。好，就要请我们的超人妈妈端起她的超人料理，用太家讲，你准备的什么个？亚传酸甘甜。
西部凤凰的感妹做的感饼，一桶呢就係很多面桶，妈妈哥哥偷吃。哎，你看棉筒是也这个像棉花糖哎，对呀其实被弄牙最后给出化开了。对，啊你看到了，中华会有在孔，意思就会讲，你整个时间呢，那水蒸气从董欧上面对，就它会有对流，所以它烤箱的话，有些是没有这样子的设计。对2、3。哦，你好厉害的手。亚传酸甘甜，嘿，哎，你做的呢，给叫来食，好，来吃看呐，来冻好食苦瓜，真紧哦，真嘅。你稀嘛？妈妈就是妈妈，你要抵。酸酸甜甜，一集中啲啊，地擺度啊，攀岩當葱有嘅角色，係有嘅教書。高酥，吼，本料苦瓜某暗腐，边干，吼，然后整个那个蔬菜的清甜味，底下底摆度一览无遗。是迄个感觉，仅仅就是去野餐了，就参你一起干是迄个特别好食。妈，然后我还声音一直在，妈妈，我好想啊，这东西妈妈给干妈妈。韩头料理凝结，给它冻住。好，同超嘞。下一道料理要带来什么？就是一瞬凝结的结论果。哦，一瞬凝结给论果。俩抢到蔡云主播，问你做的係一瞬凝結嘅亂果。结论果。算你啦，喺自家再講一遍，你做的係乜嘅？其實你真嘅唔係用客話來形的名詞啦。對，一瞬凝結這個，我覺得還蠻有那個力道的，所以感覺哈，就是覺得有一種愛心在裡面。那我媽媽的愛心。買怒夫嘢啦，買香港媽媽超人媽媽生氣的時候就啊，一瞬小孩子全部都凝結，凍住了，凍住。沒有好吃到凍住，好不好？開始做講到幾亂講嘛，一定要有特別的工具來做，錯冇？來老公，你講一定要結論。好啊，一定要懂特別，唔講大家都用烤箱嘛，唔用嘅嘛天鍋哦。天鍋嘅。哦，天鍋。誒，你下擺較容易冇用用，因為你做雞卵糕太有底嘛，一定要雞卵啦，哈，麵粉啦，哈，糖啦，來看到特別的乜嘅工具。工具。好，工具你放眼望過去，哪一個工具最吸引你？你知吼，其實我老睇下講你阿記哦，你還有歷史咧。當久的歷史，就我媽媽、我爸爸頭擺吼，給你帶台北的時間，給貼片呢去買按用的工具來，為了這個天風哎，然後要整你嘅結論果的時間要用到的東西，所以差不多有差不多會40年。乜雞啊？會40年。錯啊。應該講西式嘅點心，它冇按照來傳到你台中國來嘅時間，大家唔係要用乜嘅方式來做西點。比如說最基本40年哦。嘿。哇。係啊。我今天咁歡喜嚟到呢度做，我感謝係我導播、製作人，本來就在比揮，送太噶，很有力，不覺得很有力道嗎？對不起，我看到媽媽太有親切感。所以你沒想過老師你呢來做，鄉下來做按用嘅雞卵糕，沒有當簡單。唔過做雞卵糕有特色啦，你做樣版型嘅雞卵糕。你來先留咧亂哈，亂黃留亂泡先分開來。你喺本上除非做雞卵糕，也係講正經做嘛。就我10歲嗰下，我爸爸媽媽有倆東西嘅時間啊，我就練習吧，所以我做了很久誒，對。後來我就想講，我細年呢，從細尾愛自家學做雞卵糕，佢自家過3年嘅時間，做雞卵糕不容易食，正經解，乜嘅正經解正經啊？因為給爸爸媽媽買到，我高興得到這個獎，冇啦買到了，記住有按你想法，爸爸媽媽傳下來，這就是身教。好，你就大，這個要請大家都炸雞卵，8隻雞卵。好，亂拍扭亂橫分開來，哇！兄弟，
我们要把空气打进去。这是非常厉害的妈妈手。妈妈手。妈妈，你要指使小孩做姐姐做什么？姐姐嘛，好，你还嘛要见到悠悠，见到悠悠，你们迄起雾火风的甘妹做的甘饼，不过它涩，如果磨做按凿，再按凿，它用啊，它用讲它糊，唔会按糊安尼。自家做诶，冲，自家做，见到悠悠，姐姐麻烦你了，姐姐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吃到两懂厉害呢。可以啊，这跟打电动的没有什么差别呢。因为油上谁，你啊这样很快，其实你没动脚啊。错啊，还有你讲，生意有自家有出力，等他生的有生都动多。错。对，有的时候一两来做呢。对。他就很有成就感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抓住小孩的心。对，不插电手机。真的。大家都等他给我起起来，你唔会就等，哎，所以你看就按有讲，真的呢，有没有？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们就，对吧？让我很惊讶，是吗？这样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非常有成就感。给上下来做嘛该？哦，七只龙家嘅乱龙八只，不用落去。好，还有不用嘛该？不用糖。好，还用两笔哈，来。糖，你就不用到2滴半。不用到2滴，全部不用2滴半，啊，不用到粉2片。粉10。1 cup。好，哎呦，好，我拢不要。你喺乜嘅糖拢係平常看冇？因為咩無糖嘅茶糖。一糖呢就係很多麵糖，麵發麵，就講佢攞嘅餅糖打到悠悠。冇自家做嘅？冇，你做得買啦。我做伊冇俾講。你自家打咪做得啦。我做得冇俾講，我買麵糖，棉花糖嘅棉。有啲哦，好。一笔的量了哈。1 cup。我好想要乱讲话，还是莫乱讲吧吼。有声音低点。哎，你一笔差不多出来按那个，哎拉好。因为那边有甜，所以你俩哈差不多分控它，哎呦1比1吗？倒落去，1颗这个1杯。对。哦，你种面糖会当甜吗？唔係。来再吃看好啊，等我冇問題。還有一些的鹽，要懂葱油就會講，你呢是甜哈，做唔得細甜啊樣型，就不用一些的，嘿。媽媽哥哥偷吃。姐姐不要這樣。我攏講你棉糖是迄這個像棉花糖誒，對呀。其實買攏也最後其實化開了。對。佢冇很甜。錯。有一種香味，種像甘蔗香味，很特別。還有就你。本身年大哈，所以咧哈，有陣時哈，因為個棉糖嘅出的力唔是按度，你用砂糖嘅話哈，給它粗，所以我係打下舊的喂。好，你看呢，差唔多嘅哈，有圓呢，我撒下來不用嘛該。撒下來你要不用晾。好。麵粉。過篩。對。然後要幫忙哦，等下要畫十字。畫十字，亮。好。你，通常是1-3年，哎呦。哦，來。然後這樣子畫，切十字，忙，做得，等一下哈，切十字。哦，用切十字的方法然後把它打開來，因為這樣我們結塊有冇？get kit，好，再繼續。好。慢慢的哦，吃的不用，冇一下不用太多，等下get kit。整出來除非口感會冇同樣，我想法辦。唔會沖白飯，只係講你適當嘅時間動到粉，係咪有？一粒的粉，做一樣光發嘅時間。娘，我識講愛用型嘅。嗱，是講係嘛？英來粉，畫十字哦，十字可以嗎？哎，她果然是媽媽哎哦。所以就做得來，不用油。你了，我嘅咩係當久嘅，老叻記係平東西。哎呦，是什麼的冇嘅哦？錯。阿魯米的啦，魔鏡啊，魔鏡。所以我講，你看到了，中間會有一隻孔，意思就會講，你整的時間呢，那水蒸氣從東歐那邊對就出來，它會有對流。所以它剛是講，按用什麼，那個烤箱的話，有些是沒有這樣子的設計，對。用了油做的嘛？做的。我記到。好，不用咯。做的嘞哈。做的。來用了刷子哈，把它亮片，還有亮片對。好。邊順啊！好。你啊，嘿，安尼，好。
哇，脚都圆圆哦。好，因为等它脱模的时候会很好脱模。是。还有点晓得呢。当然啦，我有这位好模吼。最热烈，它是10个生日呢。妈妈谢谢。我来吃到向前，我大天发的妈来用讲，不得不起。好，哎，做得冇，做得可以有了哈。好，好，就莫变眼花的就好。等一下脱模的时候会怕仿偏。然后让它用它滴一下，因为现在我们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多落去。哇，这个你还懂后为亲子那个相处的时间哈。对。然后因为我们会懂久哈，懂简单，然后懂简单落去呢，生意做起来有成手感。他一般佢咪會想講，記得冇按呢麼，因為佢會胖哈。其實很做得啦，很做得了。好，超人媽媽，其實因為鋪起來面，你加冇不用記得像泡打粉按用型的東西，所以佢就算蒸好會蓬蓬的，不會蓬太多。鋪起來，但是後來佢咪要壓下去。壓下去的時間其實就度好，所以其實冇相關。好，好，按做得嘞哈。壓時間呢，你底部係你要先用一筆水，用一筆水落去。多2杯20哈。好。筆水。好，做得嘞。好 ，OK。一杯水安尼蒸差唔多幾久？差唔多20分鐘。20分鐘。挑起來就好。好，唔標下去咯。添落去。標下去。好，添過嘢咯。20分鐘以後，你要是幾兩個？20分鐘，來開一下。好，開。哇！誒，正面唱唔講嘅吼，我家人講講會當果呢，裡面冇冰泡打粉。好，20分鐘當腳，來叫佢，我們叫啊，媽媽。呀，就是你。清簡單啊，有種嗰種膠嘅有冇？你冇嘅話，因為你順風跳哦，小心跳夾嘅。哇！媽媽也是會泡用膠的。好，等佢涼一下，以為它沉。我剛看到我們的擺盤，你唔係你買哦。我第一擺看到暗獎誒。紀念品。紀念品呢？介紹一下好冇？哦，你送當我係講民國58年土。飛檐紀念品頭份證農飛金針58年，你也幾年咧？也應該算民國，因為1806。我數學很差。 72年，40幾年了耶！天哪，我現在手捧的就是古董，是古董古物哦，老物件呢，帶來耶哈。超，你看，你就脱模的時間哈，有冇？你看哈。哦，扁筍，雖然講大家要過油啦哈，講講唔辣，還會黏一下啦哈。超，比較好脱模，對不對？對，然後再倒扣。哎呦，倒扣。來，好燙。2、3，哦，你好厲害的手，好厲害的手，好，哦，好漂亮哦，我還想講要輸大杯嘞哦，唔是的哈。超人媽媽，我太甲講，唔做迄嘛該給咱講，一瞬凝結的雞蛋糕。香油差唔多要冰幾度？半桶匙就好嘞。半桶匙冇太油哦。也會用伊下放去等一下我就炒下好炒。哦，好炒。還有去泡泡的，去凍簡單就講叫它就熟了。好。特調的醬汁。蠔油，油1大匙，砂糖半匙，還有水。我的台詞是什麼？給我一碗白飯。
好，谢谢雷士。噔，哦，就两边武侠片，很甜哦。做来是嘞。你怎么中意？不你安可给听听呢？有吗？有口感好特别哦。有吃过吗？咬起来嘿有口感的，扎实的。好。我吃到面同的底杯路到干饼结合的非常的到位。香港嘅感覺應該係乾咗皮呀，食到嘅些有醬氣嘅感覺，這片容易煎啊，甚至會用下太地，用下細地，食到嘅些啊，我食到嘅煎感。真勁呢！是好的，萬能的天神，請賜予我神奇的力量。哎，我有女超人，你有誰？我有男超人啊，他會穿那個紅色的內褲。我希望不要。因為現在沒有電話亭了，你不要這樣子。你還蠻好笑的。我感覺佢好做菜就好咧。好啊。好，主要搶兩筆啦，我相信你哋啲嘢馬上，好冇？你剛剛又是超人主廚呢？錯，佢東北做異國料理，我就創意料理。等下看你出來用乜嘅方式讓大家見面，好唔好？你考你動跳跳，你跳什麼狗？哎，我們超人的拜託，我這人就是沒有不按牌理出牌，是不是？這樣考驗是不是？哎，考驗媽媽，媽媽有想是深夜做嘛事情，你們希望我們懂。我們要有幽默感，好嘛，來分享啲。哎，超你應該日本你事件準備咯，好好，分享愛你改超人主廚撈水炒。哦，超人。哎，看到超人媽媽有想到自己超人媽媽嗎？有哈，佢當有文圖，阿婆教佢做菜，搭埋嚟做菜，唔但搶菜做得好，佢我本來你想到當到喺你頭擺，可能甜餅貼得也好，也係講抗到情感都唔敢講出來嘅，佢咁厲害哦，吼，古所講嚟交流下。好，看叫佢做乜嘅？你做乜嘅？今日做一項蔥爆豬肉羊角披薩。以前呢，超人媽媽，她有很多身份，有一隻身份係主播。你搶佢主播嚟 Q 一下，嚟啦，預備 ，action！ 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呢搶到你嘅主廚，我為你來介紹一個當特別嘅料理，我當乜雞呢？蔥爆豬肉羊角披薩。看一下。超人合體，你看看好棒哦！你們，大家講來做蔥爆豬肉羊角披薩哦，燙起來當複雜，做起來哎呦，唔會當簡單。佢咩超人？當你佢有那名嘅啦。好，我們試看好了，女超人跟男超人的對決了，然後，這個羊角披薩燙起來是披薩，你講有冇看到披薩皮呀？嘿，今日嘅披薩皮用倆可鬆。哎呦，用麵包啊？自家做呀？唔係倆賣，哦，好賣，好大朵，炒，真緊。好，好，我有倆可以試啊，哈。好，開始咯。還有蔥呢，哈。蔥呢？用切。切團。做乜有恰恰呢？因為要恰恰有冇？你很棒。接觸鍋子面積下風險下大。對嘞。小訣竅就請用莫講法本。好的。好啦，各觀眾、各鄉親朋友分享得多，家家好新聞。來，現場教本蔡雲，教本咯，蔡雲。我嚟講啦，我咩俾講開了嘛？連線啊，我們連線。先從連線。我好愛玩這個，怎麼辦？好，分開來哦，分開來，嘿，等下炒嘅時間分開來炒。辣椒。哦，分開來炒嘛，哈。你辣椒唔會辣吼。嘿。唔會辣就。披薩。不用醬。哦，我想講第二呢，總得食ăn辣嘅東西。冇錯。是。好。都香呢。一般呀，係蔥爆牛肉冇用呀洋蔥，我今日用呀洋蔥，增加佢嘅口感、甜度。應該吃到蔥頭不用落去以後，因為蔥頭煮久佢會有甜味，有香味。先得煮好咧，哈，蔥豆佢會搶呀蔥喺裏頭。嘿。好，全部好咧，哈。好，超人都會有很厲害就快速的能力，但是香港唔係打啥都會超人。然後本天是幾條錢的媽媽。可鬆有冇？我哋話用對切。哎。有冇？哦。
第一切。冷冻的时间下做点嘿，切冷冻下有切，冷冻下有切吼，冰到冷啊。等一会爆的地不会毒。嘿，冰到蛋白。哦，冰到蛋白，哦，就变成披萨给用。脸书当做我们披萨的饼皮。是，这个也算是创意啊。创意啊，你咪系啊，直接冰上来哦，成冰上去哦冰。上来。哎，跟安尼讲啊，假讲糖迄个动复杂安尼，一步一步做下来，我吃到要进烤盘的吧。啊，星星。有啊，爱用流星星啊。啊，起来呢。你红菜爱看，在8点档。8点档。上多的，别样那个装饰的。是。好，切油哈。好切巴西里哈。哦，都用诶，系啊，皮多嘞。好。你看猪肉哈，偏偏用的猪五花肉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啊，就爱是卖个切好的，切片切好的。等下他就下好煮。建议你用差不多做按度，因为较泡咩吼。嘿，因为声音的下度，系啊，爱见面点下度。声音下度就宽记，哎，那没错啦。今日可能要带手抓专业啊。那就样切。嘿。哎，所以个本来就碗做嘛。走的。哇，我觉得我海峰讲的最好就是走的，走的，嘿，走的。今年还不是很去做位个，今年还10岁。啊，是吗？我本来是在向右的，向右来去通吃，好，是吗？跟向右差不多要标几度？半桶匙就好嘞。半桶匙冇太油哦。嘿，也系容易系本机，等一下我就炒下好炒。哦，好炒，这才是真的超人。哦，我说要黏黏啊。嘿，黏黏啊。向右倒落去，要黏黏啊。好。那几个没有油的啊？系啊，这个有点一丝丝嘿，本机下，等一下下好该。嘿。好，好，做得了。漂亮。寿司。嘿，寿司。这还乜该？蚝油。蚝油。秘方。哎，蚝油。蚝油，还有乜该？调油。调油。中央。嘿，一台匙。一台匙。哦。好，一台匙，还有乜该？还有糖。还几多？对，半匙好嘞。安尼半匙。好，一起。做得嘛？停啊，停。好。好，走过来。好，是吗？还有滴水。水。嘿，生饮水。一起的。走过一滴的。我们有没有合作无间？有哈。太厉害了。我们是英雄联盟。哎，按包个有谁位哈？唔怕，猪唔怕哈。唔怕。好咧，猪肉。要炒猪肉的哈。对。然后先平下来，你别别啊哈。好。还有去泡泡的，去冻简单就讲叫它就熟嘅。嘿，好。所以个本来就摊了哈。炒到用差不多有吗？咩唔是不用盐哦，记得咯，唔是不用盐哦，因为家下做嘅酱料其实都有冰嘅哈。个本来是咧橄榄油。好。要炒加切咧，葱的啊，葱头啦，笋丝。系啊，好，先下落碟，葱拍，葱头。葱头。较硬的先炒啦。冇你去炒去当袂香。炒。当中迄个我细细时间看，我看阿婆煮菜，佢天会先炒嘅葱白、葱拍咪出来，再个冰葱米。哦，那没阿婆搞。真劲哈，果然是都是阿婆带大的超人。其实真正的超人是阿婆啊。对。同理可证。所以有阿婆种葱油。真劲哈。好，羽毛你炒香啊。有。好，小米出来。系啊。辣椒会不用下去。葱米下去，葱米要葱油哈，农家嘅猪肉片。哇，好香哦！其实哦，我吃到啊，超人主厨懂厉害呢，因为给准备两套出来，其实他准备了2种，这就是葱爆牛肉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来好，你还乜嘅？刚才就呀，特调的二龙大概再我讲一遍，特调的酱汁，蚝油蚝油1大匙，1大匙，砂糖半匙，还有水，
生饮水，好，好，下去，哇！英，好，我的台词是什么？给我一碗白饭。你上唔到用板边披萨哦。哎，等下你就知咧。红安袂好咧吼，也有米酒，旁边炝锅，哎，旁边下来，样就做得咧。好，好，3号来做乜嘅？因为俩是咸的吼，咸的啊，那就有一些俩美乃滋，好，哎，写得如何咯？好，一点点就好咯。哎，写得如何所嘞？以你们青蒿是那样买用内子。系啊，夹上去。哇，我如果用法国面包，其实也蛮好的。不过我觉得可颂比较好，黏伊迄讲，佢冇会切切地方都很软，迄法国面包会规则都很硬，好，吃起来出比较口感比较不一致啦。不过法国面包应该比较薄。有上次啊，吃到跟法国面包的脆脆的那个皮很好吃。你看，按用切头哦，等下就哇，星星，把它都做在色哦，哎，把它都做在色好特别哦，唔是苏拉白哈。还有这个面按到溶胶啊，哎，用胶，面包就做得很溶胶的，好特别哦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做乜嘅？烤箱，啊，烤箱要先预热180度，180度，哎，3分钟就做得。 3分钟哦，哦，按夹过来。好，哇，声音哦，哇好棒哦！还要做最后一个步骤，最后步骤吃掉它们。没了哈，还有喷枪上色，喷枪上色，喷个好好色。哎，哇！木开喺木烤箱，连面做唔得用铁锅煮，梗系直接用烙嘅嚟煎咩做嘅，平底锅係平底锅，係邊用炒嘅嘛，嗱你邊啲撲啲白粒嘅面包，拍粒，拍粒係拍，炒拍，放上去，不改嘛，係甜乜嘢？細細火就好咧，就做得咧。哇，其實我也是超人。好，對，聲音，好，你要用板型拿下來，紅葱腰。好，哇，好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笨。重简单。原来这样子这么简单。对呀。对，好準備哈，來，你的同時要嘛個快一點。好，好香哦。哎，其實才3分鐘哎，這個料理。抽換。好，哇，好棒。好，哇。人講新年的看到了一定哦，希望要買嘛，添嘛個披薩，啲木卡就做得咧。没想讲露营的时间，没做的哈，太敢还有一些道具可以在露营区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还有那种电灯，好，金光闪闪，亮亮。好，龙太甲讲，妈妈就像月亮，也像星星一样照耀着我们。哈，龙太甲讲，抢太甲说的迄么该？葱爆猪肉羊角披萨。哎呦。3分鐘呢哦，我冇想到呢皮啊，切攏係啲熬嘅時間，很多嘅臉都喺邊呢。佢就加最重要，我記得我加美乃滋。嘿，冇加落去呢，是全部係鹹嘅。原來你厲害嘅呢，英英媽媽。誒真嘅呢，一定要加美乃滋，係冇解法。鹹鹹啊！小檸檬。真嘅。葱包竹，哎，我迫不及待。葱包竹，你知道东西出来你穷得好色啊！升等，好好吃哦。
3分钟听听哦。我没想到裂皮啊，切拢係啲熬嘅時間，很多嘅臉都裂位呢。還有啲帶下，我講說正經翻，因為麵包體嘅關係，我講我當油，其實唔會呢。哎呦，正經很強哦。我覺得啊，很重要執最重要，我記得我加美乃滋。嘿，冇加落去呢，是全部係鹹嘅。你很厲害嘅呢，英英媽媽。誒，正經呢。一定要加美乃滋，黑冇解法，鹹鹹啊！小妹妹，真嘅，很厲害哦！噔，誒，再吹下，再吹下，好啦，想到安尼，你有冇想到安尼料理講真嘅法？就喺度看嘅韓劇嘛，來自哦，我來想想，因為做得咯，有星星哈，冇，難怪來自頭份的他，彩雲，做得，知道冇？改良一下，對你後生人做嘅穿用版。係啊，用媽媽一方面係簡單哈，很容易上手；一方面來之後講生意呢，用它來做就是親子的這樣子的，沒懂哈。等一下哈。可以啊。好，因為我知道。這是出來用的書啊，就是親子共同 DIY。做得咯。那你要來寫序哦。冇問題。係哦，幾個本必當好。係啊，英語攏來講啊，英容易學一下啦。好，彩雲姐姐。生小孩，你先學煮菜好叻啦，做對，一鋪來我愛用啦。跟農超人主廚繼續學，跟嚟農彩雲姐姐講，下擺做生意來強下來做，我相信生意來一定要無強樣氣氛，啲人你覺得有好食。你會懂得創意料理。真嘅，好冇？你上到做得，好，這個強下來，幾咩強下來？好啊。什麼以來呢？我係看到正經的超人係乜嘅，有像是超人，唔係講佢特別會乜嘅，係啲平常時本嚟你懂得感觸，本你懂得氣氛。什麼意哦？辛苦呢？安子些？對啊，看到安分興係知道，這個姜唔雜開，開玩笑啦，這個來了哦。好啊。各位鄉親朋友啊，你要記得哦，搭3年，自家係自家 Superman， 自己是自己的超人，你唔好小看自家，咩唔好小看屋企人，有陣時有啲人唔可以技術，唔可以能力。係拍實看唔到嘅，一天愛吃些來，一天愛慢慢來，一天愛感受自家心中嗰隻 Superman， 好唔好？當然啦，一邊 Superman， 一邊美食嘅 Superman， 出去看下你嘅大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持。真嚟了 ，Superman， 好好吃，你們吃完了？對啊。哇，給喵喵吃的。今日都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，但係呢，今日我帶來嘅東西係有關呢個老東西、老嘅器物，像呢老嘅盤嘅啊、老嘅呢彈簧嘅，呀呢大嘅嗬，呢個大嘅幾兩個嘅，所以我想講嗬，其實呢有當好嘅老嘅美食，希望帶給大家呢客家人嘅年輕味，希望大家按時食。